也到人继续来看到庆祝9月中阳德山镇杀好康，这是当年9月中阳南投德山镇拢会包1万块敬老金，予德山镇上百回时代。南投指南宫搁再加压，另外包1万块的大红包，也搁有一卡2钱的金手指。指南宫大出手，针对指南宫在地社了里超过70回时代，大家人拢有一卡金手指。另外附近3个里超过90回时代嘛有，予大家时代拢笑甲嘴啊利塞塞。 双手一个伸出来，手指头顶悬的手指是安尼金闪闪。啊，算看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拢总有7卡手指。这个手指是安尼光莹莹，阁有4人的目睭是倒位来的压下咧。原来是南投指南宫为着要庆祝重阳节，大出手发放的金仔手指。74岁八公啊，就甲咱照顾。 咱地方的老人，家己来要照顾身体的，活得越久，这领得越多。这个老先生今年已经70外岁，伊的金手指嘛领7卡。当年若是到重阳节，德山镇公所拢会发放1万块的敬老金，予镇上10个这个上百岁的老者。指南宫嘛阁加注送1万块的大红包，另外阁送1卡2钱的金手指。唔那安尼尔，指南宫真大方。自这个民国90年开始，指南宫徛地的社了里。 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，伫个重阳节这天，拢会当领到1卡1钱的金手指；90岁以上的，都会当领到2钱的金手指。也若这个挖近指南宫的山庄里、富山里甲中央里，90岁以上的老人，嘛会当摕到1钱的金手指。安尼，互当地民众一直咧讲，足甘心的。迄个介绍就是由来就是阮迄个指南宫吼。 当时的金牌，吼，土地公、土地婆派金牌，阮就甲拍到手指，啊，要来送互遮吼100岁以上的迄个老人人。指南宫甲土地公、甲土地婆的金牌，甲拍做金手指，来孝敬这个里的老人，会使讲是平安佮吉利，福地福人机，若会当甲指南宫来做厝边，真正是荷包满满满，足好康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